聽日就係七夕佳節，喺中國黑考第一村廣州朱村擺七娘嘅儀式早就開始咗。每年七夕前，村裏面嘅考者會精心製作擺七娘嘅貢品，貢品由穀粒、芝麻、通草等材料精製而成，寓意着五穀豐登、心靈手巧。而最有特色嘅係高高懸掛喺明德堂牌匾下嘅七娘盤，盤中貼住微型七娘衣、剪刀、金釵、梳妝鏡，係考者向仙女展示女兒家嘅心靈手巧。七娘盤之下，最惹人注目嘅係鵲橋，鵲橋上牛郎織女相會，重現咗呢一段忠貞愛情。鵲橋之下，每一件精巧嘅貢品都藏住諸村人對美好生活嘅期盼。咁多年來，呢一方祠堂供奉嘅唔止係仙女，更係村民對精緻人生嘅向往。願天上人間皆得巧心，願一真一善，積就幸福。